简单安尼啦。好，我想咱即摆一规简过来开始了吼。真好，头拄还未开始前，大家提出一寡问题，这个问题吼，我想迄个咱会当对遮来切入，就是讲奥巴马 care 吼，还是讲美国，咱尤其是咱对台湾来的人，咱台湾已经有全民健保嘛，吼，美国咱来遐久啊，感觉上界头前就是无全民健保，足侪人，你若讲像是家庭收入真少的人，伊拢伊 worry， 因为政府会甲你 take care。但是你若收入伫迄个 medium age， 就是讲这个 range 的人，你爱交足侪钱，吼，你若足侪钱啊，你就根本唔免 care 这个物件吼。所以美国伫2010年时阵，伊有通过一个叫做 affordable care。这 affordable care 伊上主要就是讲，咱头拄啊。之前有介绍就是讲，你过去因为你的收入真低，你无法度去买保险。即摆实际上伫美国差不多全美国内底有几啊千人，叫7000人无保险。那么加州超有诶讲500万，有诶讲700万吼无保险。这无保险，你甲问原因是拢啥物原因？就是讲我就无钱嘛。上主要就是讲咱 affordable， 所以伊即摆就设定一个法度叫做 affordable care。这个 Affordable Care Act 变做一个法律了对。这个法律呢通过了，其实 pro and con 就是两边拢讨论得足厉害的对啦。有反对的，当然即摆大家知影是拢讲共和党反对，但实际上伊反对的理由确实真充足的，因为你这个要全民健保吼，你爱 design 较足好势，咱种知影从开始成效到即摆。这差不多个月内底，你大家知影碰到足些问题这个问题software hardware 拢有这情况，所以上主要就是讲这个 affordable care 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伊是联邦通过一个法律，已经变做一个 law 一个 law。这个主要就是伫这个2012年6月的时阵。那么，咱的 Supreme Court， 因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嘛。赞成的时候，所以上尾啊，迄个 Supreme Court 做一个决定。伊决定了就是讲，OK， 你的 state 虽然美国是差不多每一州我是 independent 嘛，你每一州 independent， 你会当照你州的法律，家己去做解释。你若要 join 的时阵，那么由联邦政府的迄个 Health Department， 就是讲迄个卫生部。伊来甲你执行就对。伊安来执行，伊就是叫一个算讲做这个marketplace， 这个人是这个 operation system， 入来你这州内底替你做安尼对。所以这个是算讲 Supreme Court 通过了有一个但书，这个但书就是讲。你这州若无要照这个 affordable care 程序去做的时阵，那么迄个 state federal government 伊要 assign 一个marketplace， 即摆你就甲你做安尼所以咱即摆知影就是讲，大概有24州的迄个州政府，因家己要 take care， 甘愿要互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来指定这个marketplace， 入去迄州做 operation 安尼。这个是 Supreme Court 的部分。那么 affordable care 上主要就是讲，伊内底就是像所谓 benefit， 就是讲咱头先甲大家介绍就是讲，过去头先嘛人提就讲，你的公司的保险也好，还是讲你过去现有的保险也好，你拢有一个 lifetime limit， 讲我这个 policy 可能要付200万还是300万，你拢有一个 limit 就对即摆 affordable care 就是讲 no limit，OK， 就是讲你这个 case 爱1000万，还是讲天文数字，伊嘛爱甲你移到好就对。当然这是伫这个伊one year period 这个时间内底，伊袂当因为讲你的 policy 的 benefit limit 已经真薄不爱甲你移，袂使安尼，这个剔掉就对。我过去就是讲，咱知影真侪少年人。因为讲我都无钱，还是讲我都无必要，所以我嘛无买这个物件所以有几个fundamental 的 change 就对了
这个是 affordable care 吼，上主要的这个 pre-existing condition 嘛提掉就对了吼。过来就是，头都有人提到讲，那么既然这个成就变做一个法律的时阵，你若无去 join 这个 program 的时阵，你有 penalty， 有 penalty。伊是用安怎做 penalty， 就是讲，伊免叫你查，伊就看你 tax return 你安怎报。所以这内底有一个真大的 issue， 就是讲，一个真大的 issue 就是讲，有的人讲，啊，我都拢唔捌报税，我拢唔捌报税，但是我搁真想要爱摕这个 benefit， 安尼话啦，安尼你有 big question 伫遐，伊就是讲，你要申请这个是爱根据你的 tax benefit， 你的 tax return 来填的，迄 tax return 内底有一个你叫 modify endowment 迄个 adjustment income， 就是讲你的调整以后的 income， 你若无 income， 你安怎就爱算讲 report， 就讲我就无 income 会使。你啊，算是你若无 income， 你若免迄个 guideline， 咱等下入迄个 guideline 吼，你就会当 qualify， 伊有几种3种的迄个package 安尼吼。啊，这个罚款呢，第一年啦，2014年内底，伊实际上是无讲真贵啦，95块，也是讲你的 income 呢。1%， 哦，你的迄个收入的 1%， 啊，当然第2年就是2%， 因其实讲第3年要到增加到3%了，下是像2.2 2.5， 啊，实际上有可能甲你恰一到3% 就对了，吼，这就是你若无去adapt这个 law， 就是讲将来每一人报税的时阵，你的 tax form 内底有加一条出来，就是你的保险基本伫倒位。哦，你是着你的保险资料入面。你若无保险，伊就会当甲你 penalty， 你就爱交95块就对。个月是一档。一档，这是一档，嘿。当然，罚款毋是真济啦。有人讲，我都安尼合法就好啊。不过这是一直落去啊。你以后拢是这个 penalty 拢 continue， 所以安那无啥会报了就吼。所以过来就是这个 OK。那么。这 affordable care 内底，佫有甲咱讲一种，咱不是拢讲联邦的啦吼，这是用联邦，不是讲你是加州的，倒一州拢共款。affordable care 伊内底有一个就是讲，你有开公司吼，咱在座的毋知有几个开公司，有几个有人开公司啦吼。你若公司伫50个人 full time employee 吼 ，part time 你看你几点钟，你若讲。点数无够，两个人会当算一个 full time， 大概是安尼算吼。所以 depends on 你有偌济人employee， 50个 full time employee 以上的公司，你是 by law you have to provide 迄个 insurance to your employee， 吼 by law 对不对？你若按到50个人的公司呢，那么你的公司有 option， 你会当 which join 啊，就 by join， 拢无要紧。但是加州的 program 就是讲，你若按到50个人的公司，那么你的迄个tax benefit， 你提比2014你有 50% 的 tax write off 是足好的。假使讲你这间公司你若付差不多3万块的保险义务人对无吼，你会当15000块 tax write off。是 pretty good， right？ 伊是一个政府的 incentive program， 所以这是讲迄个affordable care， 就是讲伫公司的部分，伊有分做 individual group， 啊甲迄个 small business group 安尼吼。那么后来就是这个伊 affordable care 开始执行的时阵了，伊要求每一个州吼，爱有设一个 marketplace。这个就交易所就对了，这个 marketplace 属于交易所。那这个交易所呢，每一州当然是一个，咱加州甲叫做 Cover California， 吼，交叫 Cover California。啊，别州每一州伊无共的名称啦，吼，但是每一州伊是规定伊要有设一个 marketplace。这个 marketplace 就是讲，像咱 tax 迄个股票市场共款做迄个 marketplace， 每一州有一个就对吼。啊，过来就是这个 affordable care 上重要就是讲，伊有一个 essential benefit 就对了。就是讲这 essential benefit 就是讲，你人活咧受到这个 disease 啊，这病痛啊，这条件的时阵，你的医疗系统应该爱甲你照顾。
吼，这叫 essential care 对。essential care 迄个 benefit 的时阵，伊上主要就是讲你开刀啦，吼，啊是讲 emergency 的迄个Medicare 这个 treatment 吼，这拢爱有就对了。所以这是算讲伊规定，咱嘛头拄仔有朋友提出来讲做，伊公司的保险，假使讲若甲你 conflict，这大有 conflict， 你来公司的 group insurance。那是有符合这 essential benefit 的时阵 ，it's okay。你唔免去买这个奥巴马 care， 是讲 cover California 你唔免买。但是你的 benefit 若是无的时阵，即马就是这几日仔发生的，就是讲政府通知保险公司，你爱 give up， 你爱surrender 这 policy， 所以有真侪人的 policy 去用 terminate。即摆拢接袂通知啊！最近足人做你，我个公司要 pull out California， 我个公司寄通知我讲，我的 policy 到年底就截止了吼。所以这拢有发生。上主要就是讲，你无 meet 这个 essential benefit 就对。这 essential benefit 就是讲你上 remarkable 就是 lifetime 这个 lifetime unlimited 迄个 benefit 就对。过去200万、300万，即摆无迄200万、300万，就是讲无限了对。啊，上主要一点就是讲，你过去 pre-existing condition， 就是讲你这间公司你有大概2个 employee， 伊都有肝病啊、啥物病着吼，啊去看医生，啊即你过去的公司伊会当因为你有这个 claim 对，你有 claim 的时阵，伊要甲你请一较侪钱对无？哦，过去拢是安尼嘛，你若有用着，伊就甲你请一较侪钱嘛。啊，即马拢无，既然无 pre-existing condition， 伊的保费的计算就袂当讲，因为你有 claim 来甲你请一钱，也一视同仁。所以 go back to one question 就是讲，其实这奥巴马 care， 咱外边听到的其实是印象真好，全民保险嘛。啊，上大的增值就是讲，美国的保险 cost， 讲医疗费用是有减少，就是无减少，反而提高了对。哦，所以因为过去真侪人无保险对无？啊，你即摆无保险的人，你 all of a sudden 你会当 qualify， 你会当摕到免钱的保险，咱再来介绍免钱的保险，咱这钱谁要来付？所以对有钱的人来付，哦，但是迄个我爸讲，这毋是 taxpayer money， 啊，毋是 taxpayer money 是啥个钱啊？毋知哦，印出来可能吼，但是 overall 你爱会记一个 concept 就是讲 ，Cover California 还是 Obamacare 本身并无甲美国的这insurance cost 降低啦，其实你知影，你的保费实际上是提高了，但提高的时阵。你有啥物 benefit？ 有一个 benefit， 真大 benefit。只要你的 income 若无超过伊的基点吼，咱再入去伊的基点。OK， 所以这个是伊的迄个 benefit 吼，咱头路讲这个这是 shop 的，这是公司的保险啦吼。shop 的部分就是讲，你若是有开公司，啊，你有照顾你的 employee 的时阵，2013年你会当 tax write off 在35%，啊，2014年你会当 tax write off 50%，这是对有公司的人来讲，但是咱在座可能公司较少吼，这个公司照顾另外讲 ，OK， 这个会带大家小看的，就是讲，奥巴马 care 其实爱开足侪钱啊，这个钱要对倒来，吼，这个钱你会当看到这个，我有写红字这个无，写红字这个吼，这个部分啊，其实。没记得无？伊讲富人条款啊，你个顶什么捌听讲过？富人条款就是讲，你有钱的人，你超过25万啊几万，你的 tax 会增加啦。哦，啊，这就是伊准备要收的钱啊，伊准备要收的是差不多，这是10亿嘛吼，这2000啊，2100，哦，所以伊的